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产业链，聊一聊这个贸易战。最近几天最火的话题就是董王发起的贸易战这个董王给100多个国家加了关税那么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咱们的影响，对咱们韭菜的影响，咱们立马宣布了对等反击，对原产地是美国的产品加征34%的关税，这种对等反击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这次董王这个关税战应该说激起了这个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这个反对或者叫愤怒吧。所以说董王这次加关税，在这个互联网上大家都对这个反击似乎给予更多的认同，不像往常往常这个美国一加关税，那很多声音对吧，当然也有人主张反击的，但是更多的声音认为这是做生意，完全可以去谈判，对吧？他加关税，那咱们可以象征性的加一加，表示不满，生意还要做。但这一回呢，似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就是赞成这个反击，对吧？你看那个胡锡进老师手舞足蹈，兴高采烈，这个恐怕跟特朗普这次加关税那是不得人心呐，已经超过了说美国的这种贸易逆差这个带来的这个叫影响。但是我们总是说不管是什么情况，这个贸易战对咱们肯定不是好事，反击不会减少我们损失，尤其是韭菜甚至还要承担更多的这种痛苦。当然美国的消费者也一样要不然美国不会爆发那么多游行，对吧？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据统计说1400多场反对特朗普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游行，已经说明问题。今天这个财新网它有篇文章叫中国产业链大考，那就是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关税政策下，在这个全球贸易战这恐怕就要爆发那这对中国产业链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这个财新网说他说普通贸易和跨境电商同时加税，检验中国产业链全系列的韧性。这个财新网的文章说他说早上醒来整个朋友圈都是美国加税的消息。一家中国汕头的内衣服饰企业负责人王先生4月3日告诉财新，他说他从做代工订单起家，主要下游是外贸主货商，其最大市场是美国。近年公司转向跨境电商业务，依靠平台的全托管服务出口海外，美国市场占其销售的40%。这次加征美国关税也对跨境小包征税，产业链恐怕无人消化得了这个成本增幅。几个小时前，也就是美东时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全球瞩目的对等关税。白宫官员确认，34%的对华对等关税将与原本美国对华关税20%叠加，因此对中国征收关税税率将达到54%。这一税率预计在4月9日生效，关税落地同期，特朗普宣布针对800美元以下跨境小包的免税政策也将在5月2日取消，说跨境小包关税将达到30%，或每件25美元的关税在2025年6月1日后增加到50美元。那么这个一般的贸易和跨境电商同时落地高关税超过了市场预期，各大产业在全线受到冲击。这个王先生所在的汕头是中国最大的内衣产业带，包括他在内的诸多厂商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已经多年。早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内衣针织品作为服饰产品已被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到2025年又被连续2次增加10%的关税，那这个已经是45%的关税，再加34%，这个内衣关税就已经到了79%。作为外贸产业链上最上游的制造企业，王先生的外贸客户在2024年已经大量减少下单，而原本春节后的旺季也没有来临。此前美国外贸商抢运货物出港，近期码头装货量大大减少。美国贸易商告诉我们的客户，其对中国采购的占比要从80%下降至0%。美国贸易商囤了一些货，但也很难维持长期销售。美国国内消费也不好，他们的日子和我们一样难过，甚至更难过。王先生从2024年开始转做跨境电商业务，直接通过跨境平台面向海外消费者，选择平台全托管的模式，可以享受跨境小包
免税政策，越来越多厂家想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这会挤压掉很多美国贸易商的生意。然而2025年2月1日，特朗普签发总统令，不再给跨境小额包裹免税。这一政令3天内又因为美国海关系统无法实现而暂缓。你看这个特朗普这个班子啊，真的是个草台班子啊！政令没办法执行。他说我们上个月接到的消息是跨境小包征税将延期半年，没想到这么快就落地了。王先生告诉财经啊，他说早在春节前，其跨境业务已经不在美国市场做平台的流量投放和新品开发，目前正在转向海外仓发货的半托管模式，并且通过 TikTok 这样的平台在开发意大利等欧洲市场。就是我读到这儿啊，我就预感到欧盟啊恐怕也要暴跳。你看啊，咱们很多这个供应商本来是往美国卖的，现在卖不动了，他只好转向欧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问题就来了，欧洲它经得起冲击吗？美国加关税，欧洲它就不会加关税吗？所以我在节目说过啊，特朗普加关税啊，它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后面一定有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必然导致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互相加关税，主要贸易国之间互相加关税，对吧？特朗普这是第一步，他开了一枪。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股市资本市场都在暴跌的一个原因。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都面临类似的王先生的难题。对鞋服、家具、家装等企业而言，目前关税已经高达40%到45%，再加34%关税，政策一旦落地，单一品类税率将达到空前的79%。财新问询的10数家不同产业企业，对于最终美国对华关税是一刀切定在54%，还是将高达79%，均无法确定，甚至已经不再特别关心，因为这些行业普遍毛利率都在10%到15%之间，再难消化进一步的关税成本。中国制造商、中美两国的贸易商都将难以消化。美国消费品势必涨价，中国出货势必减少。王先生如此判断。关税政策落地前，市场已经反映出这一趋势。2025年前2个月，中国服装及衣着附件、家具及其零件、帽类、鞋靴玩具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下滑6.9%、15.5%、4.5%、18.3%、11.1%。向美国之外要市场变得更为迫切。中国内贸、东南亚，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美国家都是潜在市场，但做起来均不容易。王先生曾帮一家沃尔玛的大型供应商做过分包业务。2024年，这家供应商拿到了来自天猫品牌的订单，顺利完成内贸转型。但这样成功的案例在他身边还不多。有厂商出口欧洲转口俄罗斯，遭到了美元无法结算的问题；出口东南亚市场，则必须确保国内生产的产品质量高入东南亚，实现品牌区隔。另一边，过去数年火热的东南亚产业转移不得不停下或暂缓。我们在越南的工厂和自主品牌本来4月1日就应该开工建设，因为已经有一个占地90亩、辐射越南和柬埔寨全产业链的园区准备好了。王先生告诉财经他说，但4月2日美国关税政策基本宣告，把产能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已经没有意义。现在整个计划都必须放缓。根据美国最新的关税政策，中国企业出海主要目的地越南、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税率将分别达到46%、49%、36%和24%。其征税的品类完全覆盖中国向外转移的重点产业，包括越南的全部制造业、柬埔寨的服装业、泰国全行业、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和加工贸易。中国机电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指出就家电行业而言，相比对中国79%的关税，东南亚仍有税差，但美国对越南等对等关税计算系数高达90%。一些家电企业目前对在东南亚设厂选择观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不要去做选择题，税差大了就赶着去投资，税差波动了又撤回来，来回拉抽屉无疑将带来更加巨大的损失。实际上，这次美国针对中国加征关税，在品类选择上下了功夫。钢铝产品、汽车和零部件等美国缺乏的能源和矿物，以及金条、铜、药品、半导体、木材制品，并不在4月2日所谓的对等关税加征之列。原因大体有二：一是这类品类在这轮关税前已经被征收高额关税，比如3月12日
美国已向全球钢铝征收25%关税，而中国半导体对美国出口关税早在1月已经达到了50%。二是对包括石油、天然气、部分关键矿产品、冶炼产品在内的诸多美国仍然需要的初级产品免加征新关税。而对中国制造业而言，呼吁多年的转型升级和版权保护更显重要。财经采访的多名出口业务人士均指出欧美等目前制造业基础和配套无法完全支持其消费，想要制造业回流也很难在短期完成供应链搭建。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如果不能有价格优势，只能通过产品快速升级迭代，让美国甚至全球采购方无法货比三家。现在我们开发新品要快，而且要防止被抄袭，才可能有溢价。低价内卷的话，所有人都活不下去。这个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说对等关税将给美国带来巨大伤痛，一些美国企业将会因为无法获得原材料而倒闭，而中国这边估计有40%到50%的制造业企业已经亏本或不盈利，但仍然坚持经营。专家说这次最大的受害者不是中国或是美国，而是完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要和中国的高性价比、超高效、低利润的制造商竞争的话，将是非常困难的。劳动密集型冲击大，说美国对华再提关税对各大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最大，也远超市场预期。按国别统计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达到5246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4.7%。分品类而言中国主要对美出口机电、音像设备、钢铁和铝为代表的建、金属以及其制品，以及纺织原料、塑料制品、玩具、服装、家具、灯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上述劳动密集型行业早在特朗普发动上一轮关税战时就被征收20%到25%不等的惩罚性税率。这些品类最近4年对美出口下降趋势明显。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杂项制品，也就是家具寝具灯具玩具等646亿美元，同比下滑1.4%，比2021年高点下滑21%。而非耐用消费品出口则在疫情后显著下滑，2024年稍有回暖。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鞋帽伞、人发制品等合计160亿美元，同比下滑25%。2024年，该品类出口额微增3.1%，至165亿美元。这个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胡杰直言他说中国产业带在上一轮加征关税时已消化了部分成本，但降本有极限，放弃美国市场并不现实。美国毕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总之，特朗普他敢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加关税，无论是以前的盟友还是竞争对手统统加关税。他的底气来自哪里呢？他的底气就是来自美国消费能力。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就是他手中的牌。一家在广东和柬埔寨同时设有工厂的国内首代企业人士告诉财新，面对特朗普上一任期2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厂商和美国贸易商通过协商以15:10或者10:15方式各自承担。今年以来，美国加征2次10%的关税，到第2次加征10%的时候，工厂已经无力和美国贸易商分担，因为中国企业的毛利率已经低于20%，一旦分担关税，成本将直接亏损。部分工厂可能短期维持和贸易商的关系，零利润出货，但中长期这部分订单势必流失。有些大厂看着一个月几亿的出货，其实利润率已经贴近0，再加税会非常困难。而鞋服消费，美国占据全球市场的30%，短期找到新的大的市场不容易。服装鞋子这些居然美国消费30%，不止工厂，很多贸易商也无利可图。一名在青岛做鞋类出口的贸易商对财新说美国此前加征20%关税，目前由公司和客户对半分担，这对于企业已是流血。接单今年以来客户订单减少，现在有几个企业利润能够超过10%。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和川渝几大产业带，一些城市甚至镇一级产业带，其单一品类产
产能就占到全球产能的10%到50%不等。比如，截至2022年末，广东省汕头市塑料玩具生产占全球产能33%，也就是1/3的塑料玩具居然在汕头的一个镇上生产的，这个确实产能太大。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该地出口玩具103亿元，其产能占中国塑料玩具产能50%。出口贸易商则集中于广东、福建、上海、青岛等几大港口周边，从上游原材料、零配件制造、组装到最后的出口贸易，这些产业带都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美国本次加征如此幅度的关税，将对中国产业带上下游造成严重冲击。一名出海美国头部饮料品牌人士对财新称此前20%的关税加征对任何品牌而言，消化起来都已经非常困难。具体到最终是否转移给消费者还无法确定，因为销售链条很长，涉及品牌方、经销商、渠道、消费者四方，其中存在转移定价。理论上这个税率四方都可以承担，但每一方博弈能力都不一样，现在还在掰扯中。博弈能力较强的出口商才能将成本转嫁到美方。一名在大连做玻璃器皿出口的贸易商对财新表示此前加征的20%关税全部由客户承担，因为在美国之外的市场仍有布局。该贸易商决定宁可不做美国生意也不让步。另一边美国的贸易商只能通过抢润降低短期关税风险，直接后果是加大了中国海运的价格波动，进一步增加了美国贸易商等的成本控制难度。2024年，美国集装箱进口总量达到了2820万标准箱，为其疫情最严重的2021年外历史最高年份，其中7月和9月还创出过历史新高。2025年2月4日，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10%新关税，美国1月从中国进口箱量达到近100万标准箱，同环比增幅均超过10%。春节后，美国贸易商此轮抢运结束，失去货量的支撑，美国航线的运价血崩，也就是导致这个中美之间航运的价格波动的巨大。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中国至美国西部港口的集装箱运价在1月初达到每箱5000美元的高位后，开始快速回落，至3月21日，运价已跌至每箱1872美元，累计跌幅达63%，甚至跌破了航运企业的成本价。去年年底的抢运潮让该出的货都出掉了，航运企业和货主企业现在以观望为主。一名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说，今年春节后，远东至北美的货运需求一直不振，运价持续下跌，原本预期3月出货小高峰也未到来。多位贸易人士指出对于目前正在海上的货物，大概率到港后关税成本增加，需要美国贸易商承担，最终转移给美国消费者。这个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立杰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加征关税产生的成本最后会转嫁到美国本土产业界和消费者头上。此外，美国贸易商会进一步寻求供应链替代。在他看来，要抵抗美国加税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创新、产业升级是关键路径。虽然美国的进口商在降低从中国采购的比例，但国内有技术优势，全产业链成熟的产品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在加征关税的大背景下，国内很多低质供应商在未来可能会被出清，这是国内外市场共同调节的结果。汕头飞鹰科技公司负责人吴玉清告诉财经记者说，汕头地区主做对美贸易的几个大型玩具商4月2日一早聚集在公司办公室商量对策，美国的所有订单全部停止。吴玉清2022年考察美国市场时观察到诸多玩具零售商销量不齐，连锁玩具店关门，判断给美国大客户做代工就能活下来，甚至成为上市公司的时代一去不返。到2024年，其美国客户要求他向东南亚转移产能，当考虑到越南等国面对贸易战时抗风险能力低，一旦汇率波动大，企业利润就被蚕食。他最终留在汕头，将公司从玩具生产转向了户外运动商品，而客户也从美国大贸易商转向中小客户。这一看似做小市场的转型，却给他带来了更高的利润，从而扛住了美国多轮加税。因为产品足够创新，客户难以找到可以替代的竞争者。
在这个吴瑞泰看来啊，虽然玩具等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必然带来更多科技产品。我整个上午和老板们都在讨论 AI 新产品。中国的 AI 技术现在欧洲也没有，只要 AI 产品玩具开发出来，有比抄袭者更快的迭代能力，就能找到市场。今年春节我在德国看到，他们玩具店还在销售我们10多年前的产品。如果新的产品开发出来，再有新的跨境电商渠道，一定会有新的市场。这个中国产业链的转移啊，现在中国产业链大考，根据财新的说法，那就是创新，也就是你创新的速度让别人跟不上，也就是让贸易商让这个消费市场，因为你的创新速度太快，他都没有办法找到第二家，就第二家还没超出来呢，那他只能从你这儿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啊。那这个就考验中国的这个创新能力，对吧？你再做那些大陆货，你再那些抄袭，已经没有前途了。总之啊，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战以及未来这个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大战，对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对中国的产业链那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本来利润就非常薄，现在一加，要么是不赚钱，要么就是直接不做了，没有订单，又有多少人要失业？虽然我们说了创新才是出路，但创新啊，不是一句话的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它都有创新的能力，所以一定会有大量的出口贸易商、出口的这种代加工工厂跟出口相关的一些行业面临着洗牌，面临着倒闭，面临着重建。这让我又想起了李超人。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当李超人要卖43个国家的43个港口，22个国家，那我们第一反应不是他爱国不爱国，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李超人90岁啊，他做出这个判断，他预感到的风险是什么，对吧？大背景是全球化时代结束以后，全球贸易啊要发生重塑，就是重构。以前从中国到美国的货轮，对吧，络绎不绝，以后恐怕越来越少。全球港口啊，恐怕迎来一个萧条的时代，因为大家都在打贸易战啊，都在加关税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李超人在持有这么多港口，他本来他的港口这个业务占比啊，就占那个长江实业的比例不大，而且利润也不高。如果再加上全球化这个倒退啊，全球的贸易啊下降，那港口它就不是个好业务，就要赔钱。到那个时候卖你都卖不掉，没人接盘。就像万达一样，对吧？那么多万达，他现在想卖，他卖不掉，没人接。所以说啊，贸易战很解气，对等反击，但是这个是有代价的，最终啊还是由我们的韭菜这个承担。韭菜啊找工作更难，这些企业主、这些小老板，甚至有很多大的工厂，只能被迫啊关门、裁员、缩减规模。那对消费者来说呢？中国的消费者恐怕感觉啊还没有那么直接。那美国的消费者，对吧？这直接面临着就物价上涨。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啊，美国人不就跑到超市去囤货去了吗？因为马上要涨价啊。中国卖到美国的是商品，是直接卖给消费者的。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一加关税啊，它在终端这儿马上就会显现出来。美国卖到中国的呢，大家都知道啊，对吧？更多的是农产品，但当然也有其他的啊，其他东西少啊，对吧？农产品主要是什么呢？实际上主要是原材料，对吧？比如大豆我们来老百姓又不买大豆，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不用美国的大豆啊，我们顶多吃那个什么植物油，那大豆是用来炼油，然后那个完了之后再做饲料是给那个猪啊牛吃的，然后我们最后吃猪肉牛肉，你看看啊，所以他卖给美国到我们的是原料到产品之间还有很长的一个链条，那这个链条它就有缓冲呢，那就到我们这个消费的时候啊，它的价格也可能会涨，但是涨的恐怕就没那么明显，也没那么直接，对吧？比如说美国出口到咱们这儿还有石油，还有天然气、液化气等等。另外呢，这些农产品咱们毕竟还有替代，你比如说阿根廷的牛肉，对吧？这个乌克兰的大豆，俄罗斯的小麦，巴西的农作物，墨西哥的。所以说对我们韭菜这一端啊，这个物价这一块，我认为啊就没有那么明显。当然你不能说它不涨啊，涨恐怕还是要涨的，但是对美国来说明显就非常明显，这是在消费者这一端呢。当然对就业来说呢，这个还恐怕对美国的就业啊恐怕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说制造业多少它恐怕都要回流一部分到美国去。那我们这儿呢，就刚才说了，很多企业要减小规模，甚至有倒闭。总之啊，特朗普这个乱拳呢，要打死老师傅。在我的概念里面啊，我们对美国的贸易战叫对等反击，并不是说啊把谈判的大门关死了。反击是个姿态，对吧？你做初一，我做15，对吧？我必须要有反应。
但是啊，双方恐怕还是要谈判，说不定对吧？私底下谈判已经开始了。就我们希望啊，这种冲击啊不要太剧烈，因为任何剧烈的啊这种冲击，最终承担的都是韭菜，都是老百姓，所以不要那么兴奋，对吧？不要那种像打了吃了激素一样的，要知道最终买单还是韭菜啊。中美双方都是这样。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